你们叫孤逆来顺受，含垢忍辱，可是孤如何能够不顾及百姓的死活？你们要陷孤于不仁不义，你们是否还顾到士气民心？大王，小民是大王的罪人，小民不明大义，未能遵守忍耐的旨意，逞一时血气之勇，而造成如此难以收拾的局面。小民甘愿挺身去向王孙洛自首，请大王恩准。不，孤说过，绝不将壮士交给敌人的。大王，小民是为了国家，为了大王与同胞而甘心情愿去偿命，并非大王将小民交于敌人。后江壮士真是越国的好男儿，牺牲一己解救百姓，同时也画出了国家一时的危机。大王，请以复国前途为念，成全后江壮士的宏愿。这，大王，小民父亲死于吴兵之手，而今家中尚有白发老母，还有2个孤儿尚待奉养。小民死后，唯有恳求大王格外恩准，照顾他们。后将，孤一切自有妥善